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。中选会今仔日正式公告候选人的名单：1号郭文哲甲吴欣盈，2号赖清德甲萧美琴，3号是侯友宜甲赵少康。那竞选活动期间是为12月16开始，到明年1月10日，拢总28天。针对民众党吴欣盈财产申报登记，中选会表示，吴欣盈目前还未提出正式的改正。当初正式的文件，中选会伫10月正式公告总统、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。依种顺序是：1号郭文哲加吴欣盈，2号赖清德加萧美琴，3号侯友宜加赵少康。大选会伫明年1月13进行。这边全国选举人数差不多1953万人，投开票数有17795个，是历年来上多。竞选活动的期间呢，将自112年的12月16日开始，一直到113年的1月12日为止。那期间一共有28天，每天的竞选活动时间是从上午的7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。因那民调的发布，中选会讲，自选举公告发布日期一直到投票日10天前，应该写清楚调查单位中央的方式、媒体数字等来源。2024年1月初3 0点开始，到投票时间结束进行，是袂当发布报道、散布评论等任何有关选举的民调。因那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，因为伊配偶财产申报的争议。中选会回应讲，到这么也无提出正式的更正。候选人的这一个财产、这一个申报、这个资料，一旦这一个来函照登之后，是不得予以抽换。那如果有这个更正的话，我们会用更正的一个附件的一个方式，一并在上网这个公告。一旦有具体这个检举的这个个案，那在立案这个调查之后，也会做后续的这个处理。中选会也提醒讲，选罢法有规范选举人、候选人加媒体，包括媒体应该采取公平公正的原则做选举新闻的报道。竞选宣传品应该亲自签名，若是有挂选举的标语、看板、旗仔等广告物，应该具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